没热。有么可能做好叫不拉牛？不是啥的，怎么来给我拿的？快给我拿了。那好还好，那是拉牛。用要不然的，就我用要的话，熬一个蛋呢，这咱们这那可以说是，也就行嘛，这回头也得做了呀。我做这个那个，俺的丢人好这熬一个蛋呢，这回来也，这有了什么？这个俺的呢，有这是当某些呀，个什么呢？เราจะต้องมาขามอะไรเงี้ย你到现在对吧？你在说的，你刚才说你不打理上，你说对呢？可是也不多时间了呢。然后最后我学我在工作本来，对，我在回去了以后，你叫你啥？老板哦，现在这要去没有钱了，你怎么嘞？也蒙盖讲西啊，太热了。เราเจ๊กัว他还有。เรามาขามมาก็เสียให้หัวใจเราอีกเสียเลย你妈真到底才在那一接着呢，我们一接着说，干的要什么这件事，我觉得人真到那个起码不能在，起码把这好多解释，我也那就看见我也最近在做这里面这些的，要是到这样，这个好嘛，有些解释，我发觉我他妈的，ไม่จีของมูเจกาเท่งไงเจ้าน่ะเจกาเท่งเราเจ้ามาก้าแห่งอ่ะ多么一种事情啊！每人一叫，完了，到起码这帮这上路这挺好的，路这有时候好。这见了说是呀，这他妈给所以看见了嘛，然后在人往到家，起码知道这叫这做呢。这个你这个到闹了，我到你了，没有问题。